朋友們，我跟你們説，你們肯定不敢相信，總價25萬就能買一線海景房，首付4萬，月供才900元。此刻我就站在大亞灣澳頭片區漁碼頭旁的秋寶海生活樓盤，這呢，看着眼前這8棟住宅，生活氣息撲面而來，感覺還挺有煙火氣的。今天就帶大家來瞅瞅這裏45平的精裝大單間。我一進屋就覺得這戶型相當不錯，先看廚房，和傳統的廚房不太一樣，還挺新穎的，感覺在這裏做飯都會更有興致。再瞧瞧這乾濕分離的衛生間，設計的太貼心了，以後用起來那肯定方便又衛生。走進主臥掛菜，20平的空間，放個長床，再擺張沙發，一點都不顯得擁擠。住在這裏面肯定特別舒服，就像住在自己的小窩裏一樣。來到客廳，外面的全景海景一下子就展現在眼前，陽光也能很好的照進來，整個屋子都亮堂堂的，採光簡直太棒了。我又走到陽台，這裏的採光和視野簡直絕了，站在陽台上吹着海風，看着那一片美麗的海景，心情一下子就變得格外舒暢，而且整個房間的通風性也特別好，感覺空氣都是甜的。看完這個房子，我真的覺得這小小的45平空間，把生活的舒適感和便利性都照顧到了，還能擁有這麼美的海景，真的太讓人心動了。我在想啊，要是能住在這，每天都能看到這樣的海景，那生活得多愜意啊！明天我打算再去周邊轉轉，看看配套設施怎麼樣，說不定我自己都想買一套了，開啟我的海景生活。